乡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买啥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乡乡路一阵西北风，毋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毋甘放弃南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喇叭声无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扛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放弃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看路，我放弃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看路。好啦，若无滨江师徒四个，就踮遮甲你搅了一下。师傅，袂用的啦，阮袂使在遮困啦，遮哦伤危险啊！大师兄，啊，这有啥物危险？啊，你是咧惊啥？我哪有咧惊啦？哦，我遮无咧惊遮妖女咧。唔惊上好啊！啊，师傅就已经决定第一只大一案嘛，你就莫搁再反对啊！来哟，这家来啦！你来，你来。你永暗吼，就到这间房间啦。阿弥陀佛，恩师姑娘，啊，这个房间遮尔啊大间，啊遮尔啊豪华，滨江实在受当不起。三中哥哥，你是去嫌阮这是歹所在是吗？阿弥陀佛，滨江唔敢去呀。既然阁无去嫌，你就大落来啊！三什么三弟？在。啊，那因三个人去房间。是。哎，别，阮四个人哦，困斗阵都会使啊。这才一顶眠床尔，是要咱困四个人。对，对啦，大师兄，因这房间遐尔侪间哦，咱一个人困一间，安尼毋才有舒适啊。若要做代志哦，嘛较方便哦。啊好啊，你这只规你啊，要还方便。好，你这想啥？你可是我唔知影哟。不是啊，你看啦，大师兄。空，好啊啦，你茫安尼卡袂掉啊，就要拍北界啦。哎呀，师傅啊，你唔知这只死肥猪，你都想。哎呀，这个人哪会这么啊无内行气？哎，你这只妖女，你甲我掂掂，若无我对伊无客气哦。你才甲我掂掂嘞，什么妖女啊？哎，你讲话较客气的吼。阮是好意要好好甲恁交代，你就安尼甲我交代是？嗨，我才无嫌你的交代咧。悟空，不好意思姑娘，真歹势。滨江的徒弟看捌礼数，无恁先出去一下，我才讲。好啦，三中哥哥，你就爱好好教伊做人的道理啦。三中哥哥啊，永暗我才好好甲你交代啦，哈。阿弥陀佛。早鬼啊，在，行，咱先出来去。是。行。你要去倒位啊？啊，不然留落背后哦。师兄，你我控一下，你我控一下哈。悟空，你那未免伤过分啊！我过分，师傅啊，伊拢是妖女呢。啊，妖女嘛是人啊，佛经讲众生一律平等，
你袂晓因为因流落烟花，就看袂起因啊！哎呦，师傅，我讲的妖女是意思是讲，因全部拢是妖怪，是蜘蛛精变的。啊，伊拢是蜘蛛精变的哦，是真的还是假啊？哎呦，师傅，我骗你要创啥？我已经调查过啊，这个庄头人所有人的原型哦，拢是蜘蛛精。我看这边哦，根本就是一个蜘蛛窟。哎，蜘蛛会吐丝，嘿，啊无怪这砖头，人也叫做潘石庄啊。甲大你才知啊，看你个敢啊，甲因斗阵。啊，我应该想一个办法，将这个蜘蛛精全部拢甲消灭，莫互因留咧世间害人。我靠，就算讲因拢是蜘蛛精，但是因嘛无做啥物歹代志，因哪会用随便就甲因消灭的？对，师傅啊，因是妖怪，我甲迄个老三算起来嘛是妖怪呢。若是大师兄看到妖怪就要杀，那安尼唔着有含我甲老三嘛要杀，安尼无理啦。对啊，大师兄，虽然恁是妖怪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因对咱真好，也无害咱啦，你太使去伤害因啦。无害咱嘿，啊好，恁看伊安尼一个晓记记，甲恁骂到吼忙叔叔，搁较讲无害咱。八戒、五戒啊，咱拢是出家人，出家人上重要就是守五戒，尤其是色戒，上会互人迷失本性。不管伊搁安那妖娇美丽，咱嘛一定要有定力，免去破戒，知影？知啦。你寂寞吗？对不对？你孤独吗？对不对？你需要找个知心的朋友吗？需要，我需要。对不对？是谁啊？袂用啊，因会破戒，会破戒。我甲伊只是开讲尔，哪会破什么戒？那就伤亏啦。是谁啊？哦，八戒哥哥，啥死物？八戒哥哥，人困袂去呐。你困袂去，我嘛困袂去啊。八戒哥哥，你陪人开讲好不好？当然嘛好，遮济。八戒哥哥，伊目睭紧紧共看，人会歹势呐。哦，我了解啦。老三啊，参详者，你出去哦。啊！我出去，一孙啊，拜托好无？即摆3更半暝，你叫我出去，我想要去倒啦。我管太你是要去倒，规定你出去啦，莫伫遮做电话机啦，出去。你破戒啦，袂用的啦。哎，我甲伊只是纯聊天，你莫吵啦，出去啦。我知啦，迄全世界大家都知影，戒免变纯聊天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知就好啊，出去啦，出去啦。你孙啊！对不老师啊，叔啊，老师啊，叔啊，老三，3更半暝你是咧画啥哈？代志大条，紧来，交我来掠狗。哎呦，你是咧讲啥？要掠啥物狗啦？哎呦，大孙啊，我讲掠狗，唔是掠你这只狗啦，掠人啊。安尼是要掠啥物人啊？大孙啊，掠二叔兄啦，拄则迄个杀死物啊，伊甲我弄门啊，哦，讲困袂去，要找二叔兄开讲啊，结果二叔兄真正开门混入去呢。五戒，啊，2点要开讲，你若无甲因监视，走来遮是要创啥？师傅啊，我当然要倒甲监视啊，不过二叔兄都硬甲我赶出啦。好啊，这只死肥猪啊，重色轻友。死肥猪，你是创啥？大叔呀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拨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过路。死
大叔呀，哎，你这个人哪遐青眼长啊？嘛无弄门倒去卖，你唔惊洗目尖哦？哎哟，谁想拢同款啦！我甲你讲哦，你马上甲我出去哦，若无我就对你无客气哦。哎，你讲对啊是唔对啊？你凭啥物叫我出去？应该出去人是你呢。凭啥物？凭我这支金箍棒啊！你若伤低笑，我甲你讲哦。哈，笑死人哦！你好歹你家己做泡妹啊，来啊，来泡我妹啊！这是你讲的哦，我就讲。啊！小七米，小七米，大水啊！啊，你哪甲讲死啦？哎呀，伊无死啦，我只是甲伊讲一个脑震荡哦，所以莫遐300啦，放心啦，袂死袂死的啦。啊，脑震荡都闭主阵啦，你甲死毋是共款了啦？哎，无讲啦，无讲啦，无讲啦。好啊，爸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是不是你？你想讲啥哩？我要创啥？我要替啥什么报仇啦？是不是你？你是来起笑？我是为着你好呢。我代志ให้你管啦！快了，快了！你别走！你人是要甲我拆厝了？哎，啥什么？啥什么？啥什么啦安尼？我嘛是伊只破狗，伊拍的啦。好啊，你这只破狗，叫你叔出来，讲一个公道话。叫就叫嘛，虎怕虎啊！阿弥陀佛。三宗哥哥，你看你这个徒弟啦，甲阮啥什么拍甲脑震荡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阿弥陀佛，悟空，你哪会用安尼做？哎呀，师傅啊，是家土皮屉叫我拍的，这哪会使怪我啦？哎，你讲的是啥物话啊？阮啥什么是头壳歹哦？跳到叫你甲讲我脑震荡哦？哎，哎呦，三宗哥哥，你看你这个徒弟啊啦，你若这么恶质，你一定要还我一个公道啦。悟空，哎呦，师傅啊，这边哪会使怪我啦？是你叫我去做到八戒还七戒。为师是叫你主动八戒还七戒，为师敢有叫你去伤害人命？哎呦，师傅啊，都是迄个沙西米哦，恰白白，叫伊走都歪走，家己要找死啊，还应该啦，哎呦。哎，你讲的啥物话哈？阮啥什么甲八戒哥哥咧相好，甲你啥物关系？你凭啥物要赶伊走？这，认袂出来吼？哎呦，小姑娘啊，秉正代替我的徒弟向你赔罪。三宗哥哥，你向我赔罪哪有路用啦？阮啥什么嘛是共阮脑震荡医袂好啊！哎呦，我的师傅已经甲你回去了，啊你阁无够，啊你到底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，你甲看卖啊啦，迄贼口恶人啦，迄拍人哦，搁遐尼啊歹啊！哎呀，莫甲你讲啊，莫甲你讲。阿弥陀佛，哎呦，小姑娘，秉正的徒弟已经做唔对，啊无你爱秉正安怎做，你才会满意。三宗哥哥，咱大家拢是好朋友，发生这款代志，我嘛无想要为难你啊。只要阮三什么若是会当平安无代志，一切都拢化煞。哎呦，要啥什么平安无代志？哎呀，迄简单啊，简单啊。悟空，啊你是有啥物好的办法？你紧讲啊！哎呀，师傅啊，这简单啊，我来去天庭哦，投鼠江走一抓，甲迄太上老君讨一粒仙丹，互伊沙西米食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哎，简单简单。笑死啦！有够熬臭蛋啦！讲要去天庭摕仙丹啦！笑死啦！哎，你是咧讲啥？你若唔捌本大神的功夫哦，你就掂掂啦。臭蛋免纳税金啦！啊，你若唔是臭蛋哦，有才调，你即马就即时去天庭摕仙丹转来互我看。嘿嘿，我袂见啦，我才袂互恁遮妖精食遐尔好。大叔呀，迄拍人是你唔对呢，你爱人讲哦，唔爱去摕仙丹。哎呦，你敢掂掂啦？好，代志拢是你抓出来哦。若是哦，你莫遐尔风流哦，阮就袂抓出遮尔多代志啊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水啊，人是你共拍的，啊你去摕仙丹转来甲伊解救，安尼嘛是应该呀。你做一做，互因知影讲哦，你的功夫有偌厉害。哎，好啦，我明仔载吼来去走一抓啦。你明仔载要去摕仙丹哦，安尼真好。假使阮三什么来会当好起来，一切代志都拢化煞。啊，若是袂当好起来，恁一个一个拢免想要走，留落来甲阮三什么赔命。师傅啊，我唔敢啦。
八戒，为师是安尼甲你交代，适宜顶面一支刀，出家人免来犯色戒。师傅啊，是的啦，我知影我唔对啊。你知影你唔对，你知影头壳一个坑啦。师傅啊，这只死肥你实在有够笑的啦！我看甲伊掩起来，看伊后摆佫加笑无？来啦，我会改啊！吼，我看伊甲你掩起来，安尼改才会彻底啦。我又唔敢啊！大孙啊，卖咧啦，卖咧，这个毒咧，哎，我对唔对？卖啦，好啊好啊，教训就好啊。八戒，去西方取经毋是小可代志，你若是犯色戒，就算讲咱法度行到西方，如来佛祖嘛无可能将佛经赐予咱，你知影无？哦，我知啦。你知影上好啦，为着要互你彻底悔改吼，为师喊你拜佛拜1万戒，互你忏悔。啊，1万戒哦！哈哈哈，师傅啊师傅，这波好，这波赞，互伊拜甲安尼骹酸手软哦，看伊后摆佫加地沟哦。无正，八戒就互你监视，伊若拜不完，免要互伊休困。是。记不得。啥物？你精神啊？大石头啊，我是安怎？你去互迄只破狗拍着伤，你袂记啊？是毋？对好，你要对？我去找迄只破狗算账。你要找人算数，你拍咧较袂着情啦。人轻轻甲你讲一下就分去啊，搁要找人算数。敢讲安就准煞？迄只破狗臭蛋讲要去天庭找太上老君摕仙丹，转来医你的伤。我著看伊有法度摕仙丹转来无，才搁拍死。大石头啊，伊若是真正将仙丹摕倒来，那安尼要安怎？安尼上介好啊！你著继续搁加做脑震动，叫伊去加摕一寡仙丹，互咱大家食。安尼咱就会用咧做仙啊！伊若是无法度摕到仙丹的，安尼嘛不要紧啊！安尼咱有理由将东山庄留点的咱食，要蒸要煮，就随在咱。 2352，2352，二叔呀，啊你来从咧拍个啦，紧啦，爬起来啦，继续拜啦。我已经是拜到吼骹酸手软，无啥要开啦，通爬起来。你若拄啊拜2000几摆尔咧，后手佫7000几摆咧，继续拜，继续拜，差足济啦，紧啦。要拜吼，你家己去拜啦，我无法度啦。冤家人是你呢，也毋是我啦，你来叫我替你拜啦。非得吼你永远无代志，替我拜者你会死咯。毋是我毋替你拜，是我毋敢啦。我老大孙仔知影我替你拜吼，这声我陪着你。老三呀，你是较惊大孙仔，无你惊我吼？无啦，我哪有啦？我较大只鸭咧。我知啦，你当现实啦。我即马就咧落水啊吼，所以你即马是西瓜我大边，拢我伫咧大孙仔迄边，对无？无，我就错，我绝对袂安尼做。佮就错诶，你也毋想看卖，我这二叔兄，平常时对你是偌尔好诶，有啥物好康，我拢分你一分诶，连去找分泌诶哦，我拢替你拿钱咧。较细声啦，做妹妹代志吼，千万唔通互师傅知影，啊若无我陪着你啦。莫我莫讲哦，会用诶啊，看你安怎做啊。好啦，我知影安怎做啦。来，二叔兄，你遐坐，我替你拜，吼。2355，2356，2357，2300，卖差啦有哦。
情的命运，来拼煞咱两人。无奈的路，敢是天安排？过去敢着用目屎，一点一滴甲期待，将心遐好做才应该。冤甘将你的痴情按落海。我不知等待是希望也悲哀。请你着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害。今夜的梦只有在明日的路走出未来。你的情深藏心内，无论海角也天涯。希望咱的情在花花世界，永远是阮最爱。雄雄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飞闪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风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甘放伊南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扛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看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看路。到底2350，2300，卖吵啦！哦，吴静，你哪里是咧创啥？是啊，我都。吴静，为师毋是叫你监视你的二师兄拜佛，啊哪你咧拜？你的二师兄踮遐咧坐。都这个那个这个。师傅啊，我哦，伊拜到骹酸手软啦，规身躯哦一点仔气力拢无，啊老三吼，伊是同情我、可怜我，毋才好意讲哦，要替我拜一下。你若要怪就怪我啦，莫怪老三啦吼。八戒，为师会罚你拜佛，嘛是为着你好啊。哦，你拜佛一拜，做面好山，你只有诚心拜佛，才有得消你的罪孽，你知无？师傅啊，我知影啦，我搁再拜啦，我做唔到代志吼，就算我是拜到骹断去吼，手断去，这拢是应该啦。我拜啦。
你也看到孙呀啦，这摆真啊惨过啦。我看到因的哦，我是足感动的啦。师傅，啊你是不是会当？好了，八戒，好啊，莫搁拜，你歇困一下。师傅啊，你对我这好，我唔知要安怎报答你。为师无需要你报答，只要你以后乖乖听话，莫搁犯戒，为师就真欢喜。师傅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以后吼拢袂搁再犯戒啊。安尼，恁两个坐落来，为师讲一段佛经互恁听。靠腰，等到迄只破狗若倒转来，安尼我哪有机会去看迄个心肝的沙西米？袂用的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来选。等你，师傅啊，你附近吼让我老三听就好啦。啊，我全身躯拢臭汗酸味，我去洗一下身躯才来啊吼。八戒，你袂用要去。是安那袂用的啦。关西楼是一个市区的所在，你若是出去，搁拄着遐姑娘，万一若搁掠出一堆的是非，安尼就好了。你还是乖乖等遮坐，等你的大孙仔转来。师傅啊，你放心啦，我袂搁再去掠遐姑娘啊啦。袂用的，你的定力无够，为师袂放心啊。无安尼啦，我第一番时头你袂放心，无我去装我洗啊，你装我无姑娘，安尼你唔就放心吗？好啦，毛姐，啊，互你陪你的二师兄去庄外找一个所在洗身躯。是。我行啦，紧嘞。二孙啊，啊这庄外咱也无熟哦，啊你是拍什么在什么所在洗身躯啦？老三，我看安尼啊，你先等去吼陪师傅，啊洗身躯的所在，我家己慢慢找就好啊。啥？我转去，安尼唔好啦。啊你是对我唔好啥？大叔转去啦。二孙啊，师傅叫我陪你来庄外呢，啊我若无陪你洗身躯哦，啊我转去随便咱甲师傅交代啦。哎呦，啊我洗身躯的时阵哦，都袂惯是有人伫边仔看啊。啊，袂惯死人看。对啊。二孙啊，我看唔是哦，你是要找机会去看那沙西米对无？你是咧我白讲啥？我哪有要去看沙西米啦？佮讲无，嘿嘿，你若唔是想要看那沙西米，你若就一定来叫我走啦。我，老三啊，你真无良心哦！你沙西米叫大孙啊，讲甲一个闹震动，咱去甲伊关心一下，敢袂用的哦？二孙啊，你唔通袂记的呢，因拢是猪猪精呢。你也是卖遐较好啦，等大孙仔先等退转来了，咱赶紧来走，安尼比较较妥当啦。啊，知啦，你先转去啦，去甲师傅讲哦，我身躯洗好，我就转去嘛。老三啊，叫你先转去，你搁踩遮创啥？二孙啊，无安尼啦，你找一个所在洗身躯，啊我坐到遮等你。好啦，你嘛若要踮遮顾吼，就随在你啦。我先来走哦。好。走，看你要走一堆，我坐到遮镇定，等久嘛互我等着。哦。豆弟，公沙精，你当作我真是要洗身躯哦？等下我就偷偷腾云驾雾，坐登去庄仔内，去看迄个心肝的沙西米，我再洗转来，为庄仔到你去，你是会当知影一个乌汉子的。那边哪有姑娘笑声嘞？真正报喜啊，豆弟。小姐，报喜啊，豆弟。
哪呢啦？哎，你真好大胆吼，竟然敢走来偷看阮洗身躯。我本来就是要来这洗身躯啊，我唔是专工要来甲你偷看。大家莫误会，莫误会啦吼。误会，是不是就摆你眼睛啊？你搁敢讲我误会？哼！我今仔日哦要将你的目睭挖出来，我看你外高偷看。你卖啦！小姐，来就不，看伊遐尔可怜，放伊走啦。放伊走，小姐，伊偷看咱洗身躯呢。亲像这种猪哥哦，若无好好甲教死，伊就是讲吼，咱花生医的姑娘也是这尔好欺负咧。小姐，你是等伊休困啊？这只猪哥吼，交互我来处理就好啊。你要去倒位啊？姑娘啊，听你拄则讲，恁是花生医的姑娘哦。安尼算起来，咱是厝边呢。原谅一摆，原谅一摆啦吼。厝边啊？啥啊？你是厝边啊？我甲阮师傅还阁有师兄师弟，即摆是住伫恁对面的磐石楼啊。安尼阁唔算厝边哦。拜托一下，原谅一解啦。无上济吼，我后边哦去恁花生医散财捧场嘛。哪有遮简单的代志哈？你哦，甲我转去，去阮头家娘遮去讲。行。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过路。我行嘛，莫送了。老三，老三，紧救我，紧救我！谁啊？啊你，你什么人啊？你来讲你谁啊白条的啦？你偷看阮洗身躯呢？我是安怎袂掠伊哈？啥？偷看你洗身躯？水啊！你若遐无品啊，连这款的货色你也咧看，你等于有输没死的你。老三莫讲啊啦，你若搁讲落去，伊就生气咧。拜托，我知影我唔对，赶紧救我，去救我啦！救你？我哪有法度啦？我无法度啦。水姑娘，水姑娘，莫生气，莫生气哈！等看都看过啊，也袂当讲咧倒带回来，当作无看的啦。佮再讲哦，甲你看，你嘛袂减一块肉吼，当作一场误会，刷刷去哈，刷刷去。哪有这简单？我甲你讲哦，哎，我帮你艺术遐下英日，叫你师傅啊来阮花生医，亲身甲阮头家娘请。哪？巧？我家去用掠去，还是去互谁掠去？都伊互花生医个姑娘甲伊掠去的啦。花生医，北界毋是去西洋区，哪会去互因掠去？煞唔知影讲。叔啊，煞唔知影讲哦，二叔呀去花生医偷看遐姑娘洗身躯啊。偷看姑娘洗身躯？阿弥陀佛，罪过啊！师傅啊，即摆什么古董拢无路用啊啦！遐姑娘叫我转来甲你讲啦，讲叫你亲身哦去甲因偷见了桥啦，若无二叔呀，人帮伊煞啦。平常也毋捌拄过即落代志，我是要安怎处理咧？我啥？对啦，阿玉溪姑娘，迄个花生医的头家娘，你敢有熟悉？三尊哥哥，阮是同行，当然嘛是有熟悉啊。那呢，是毋是会用麻烦你出面替边境的徒弟讲一个仔情？坦白讲啦，花生医的头家娘后贵是我的大姐啦。头家娘，花生医的头家娘，甲你是姊妹啊哟！安尼上爱拄啊好，你替阮二叔兄讲情哦，恁大姊绝对看你的面子，帮阮二叔兄煞的啦。姊妹也是姊妹啊啦，毋过哦，这几年阮为着抢生理，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拍歹啊。你叫我去讲情哦，我惊的是讲无情，颠倒惨哦。头家娘啊，
就真做无法度吼，你嘛去试看卖啦。啊，你就知影，阮师傅都还袂晓讲话，啊，看到这个场面咯，哇，这个喙干都袂输读一粒卤卵的，颠倒食力啦，也是你去啦。啊，若无阮二师兄会足歹看的，对无？无安尼啦，你甲恁师傅先去处理看卖啦，看后柜安怎讲啦。啊，若真是无法度吼，我再替你想办法。啊，这。你这个不输鬼、垃圾鬼、太狗鬼哈！你也敢偷看人查某囡仔洗身躯？你唔惊死目汁咬我搞是无？头家娘啊，是的啦，我知影我唔对啊啦，你原谅我啦吼。原谅你？啊，我若原谅你，我的查某囝唔是白白互你看去。啊，看就看去了了啊，对无？无安尼嘛，啊，恁查某囝吼，接客是偌济，我甲伊包全场啊，吼。你听后白讲啥？你讲后白讲，我甲你的嘴钱挂起来。师傅啊，请请。头家娘，这只第八个师傅来啊。对不对，师傅啊，过去救我，哦，起来。八戒，我听人伫遐讲，你偷看人洗身躯，是毋是真实的？师傅啊，我唔是偷故意的啊，我吼。你哦。哦，原来你就是这只猪八戒的师傅哦。阿弥陀佛，女施主大概就是花生院的头家娘。无唔对，我就是这个头家娘，我姓欧，叫做欧贵，也是这间的大指头啊。头家娘啊，民警的徒弟做出这种代志，实在是真歹势。民警代替向你悔失的。唐三宗啊，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你拍算讲用一句实的就要准算？好完了，输啊！嗷，头家娘，啊代志发生就发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爱阮安怎做？你才肯原谅阮二师兄哈？爱恁安怎做？对。我爱恁师傅负责任啦。啊，我师傅啊，有点名叫你负责任，这我无法度换你。阿弥陀佛，头家娘，民警教导不严，才会发生这种代志。民警当然嘛会负责任。你要爱民警安怎做，民警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真简单，只要带我的查某囝后灵玉，照顾伊一世人。带你的查某囝？师傅啊，看我，看我，嗷，头家娘啊，你咧讲哦，就无理啊咧。啊，你做这款的生意，啊，若看到恁查某囝洗身躯，就爱带伊。啊，若咧来这人客，大家唔都拢爱做你的警察。你若是偷看我店里的查某囡仔洗身躯吼，我会当马马虎虎、凊凊彩彩就准煞。也毋过吼，我的查某囝后灵玉，伊是一个纯洁善良的良家妇女呢。哦，歹势，师傅啊，等二师兄补一摊这路摊，我无法度。对不对，师傅啊，这互我就好啊哦。头家娘啊，既然哦，恁查某囝是良家妇女吼，安尼我愿意负责任，我带伊啊。我知影你咧孝心啦哈，要你个孝心要食地瓜滚。头家娘，你若安尼啦，你叫我带恁查某囝，我就已经答应啊。啊，你即马拍我拍啥物意思啦？我是啥物时阵叫你带我的查某囝哈？我是叫恁师傅带。啊！师傅，喂，老鸨，你哪伫咧遮哈？发教，你唔通袂记的，这间房间本来就是我的，啥拢我袂用伫遮。你嘛莫袂记的，这间房间你已经叫我师傅大呢。发教啊，啊你去天庭转来啊晓？废话，我徛伫咧遮，毋是倒转来，敢会是出去哦？安尼真好啊。要摕啥啦？仙丹哦，啊你毋是讲要去摕仙丹，转来救阮三师妹？安怎？摕袂出来啊？搁弹啊？搁弹我听看卖啊？哎呦，你免紧张啦，仙丹哦，我早晚会摕予你的啦。早晚是10档5档，还是后出事啊？哈！哎呀，你莫啰嗦啦，你哦先将我的事交出来才讲。你先将仙丹交出来，我就甲你讲，恁师傅伫咧什么所在。哟，那安尼听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你将我的师傅藏起来哟？你是咧黑白讲啥啦？
恁师傅我甲交代都袂赴啊，我哪有可能甲藏起来？唔是你唱，搁是啥唱的？我甲你讲哦，已经将我的书交出来哦，若无我就要毙命啊哦。啊好啊，你讲我藏的，好啦，就算是我藏的。啊，我空空啊唔甲交出来，啊你是要安怎？哎呦，你真正要交出来哦？你是安怎？你拍一个沙西米无够，想要拍我来投？好啊，互你拍，互你拍，互你拍啊！哎呦，你扣手我唔敢拍，好，我就来拍。嘿，拍，我互你拍。拍到，今仔日哦，我是看恁师傅的面子，无要甲你计较。以后哦，对你做嘛较客气，知无？安尼啊，林玉啊，你甲看，这个就是东山庄啊。阿弥陀佛。你看安怎？伊就是我的查某囝后林玉，安怎有水无？阿弥陀佛。配你会气人哦。阿弥陀佛。毕竟是出家人，要来用娶某的。出家会用个还俗啊！毕竟该去西方取经，万万不可。你唔还俗，等下安尼，我的查某囝终身是要安怎？唔管安怎讲，你今仔日爱互我有一个交代。要若是无吼，你免想要去西方取经。无情的命运来拆散咱两人，无奈的路，敢是天安排？过去甘着用目屎，一点一滴甲期待，将心痛好做才应该。是。